AI 金融咖啡嘅聽眾，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哋嘅咖啡室。今日 Emily 會同大家傾下最近 AI 界有咩新搞作，同埋 AI 對我哋將來嘅生活有咩影響。首先，我哋要講下一個好 deep 嘅問題：AI model 究竟識唔識得思考呢？Zero Hedge 有篇文章就探討呢個問題。好多人都覺得 AI 依家咁勁，好似識得諗嘢咁，但係其實佢哋背後嘅運作原理都係基於大量數據同埋演算法。就好似我哋 Google 嘅 Gemini 咁，佢可以好流暢咁同你對答、寫文，甚至幫你分析嘢。但佢係咪真係有意識、有思想呢？科學界仲係爭論緊。文章提到，依家嘅 AI 其實都係 pattern recognition 嘅高手，佢哋可以喺海量數據中揾到規律，然後做出預測或者生成內容。呢個同我哋人類嘅思考方式好唔同。我哋人類有 intuition、有 creativity、有 emotion，呢啲都係 AI 暫時未有嘅嘢。就好似我哋沖咖啡咁，雖然 AI 可以學識點樣沖一杯標準嘅 latte，但佢識唔識得欣賞咖啡嘅 aroma， 又或者享受同朋友一齊嘆咖啡嘅 moment 呢？不過呢個問題都好重要，因為佢影響到我哋點樣睇待 AI 嘅發展。如果 AI 唔會思考，咁我哋就唔需要擔心佢會突然間有自己嘅 agenda，然後反過嚟統治人類。但如果有一日 AI 真係發展到有意識，咁我哋就要重新思考人同 AI 嘅關係。就好似之前好多 sci-fi 電影咁，AI 嘅角色會變得好複雜。講到 AI 嘅發展，The Economist 都有篇文章講到一個好有趣嘅 thought。Experiment， 如果 AI 勁到一個地步，連所有人類嘅工作都可以取代，咁我哋人類可以做啲咩呢？文章用經濟學角度去分析，話如果 Super AI 真係出現，人類可能需要重新定義工作同埋價值。試諗下，如果 AI 可以幫我哋做晒所有重複性、規律性嘅工作，甚至連好多 creativity 嘅嘢都可以代勞，咁我哋仲有咩用呢？文章就提出咗幾個可能性。第一，人類可能會專注喺一啲 AI 無法取代嘅領域，例如 interpersonal skills、empathy、critical thinking 或者 artistic creation。就好似我哋 AI 金融咖啡咁，我哋講嘅係一種人與人之間嘅交流，一種分享知識同埋情感嘅體驗。呢啲係 AI 暫時好難完全取代㗎。第二，社會可能會出現一個 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嘅制度，即係政府會派錢俾所有人，確保大家有基本生活保障。咁樣人類就可以有更多時間去追求自己嘅 passion， 發展興趣，或者為社會做啲有意義但唔係為咗錢嘅事。試想像，如果大家唔需要為咗揾食而返工，你可以選擇去畫畫、寫歌、做義工，甚至係研究宇宙嘅奧秘，呢個世界會變成點呢？第三，人類可能會發展出更多嘅 leisure activities， 當工作唔再係必需品，大家就會有更多時間去 enjoy life， 去旅行、學新嘢、同屋企人朋友相處，呢一啲都可能成為未來社會嘅主流。但係同時都要諗下，如果大家乜都唔使做，會唔會變得漫無目的呢？呢個都係一個好值得思考嘅問題。Zero Hedge 亦都有另一篇文講到 AI 嘅普及，提到好多公司都開始將 AI 融入佢哋嘅業務流程，無論係 customer service、data analysis 定係 product development，AI 都扮演住越嚟越重要嘅角色。呢一個趨勢係必然嘅。AI 嘅效率同埋準確性係傳統方法無法比擬嘅。我哋 AI 金融咖啡成日講 AI 對金融界嘅影響，其實金融界一直都係 AI 應用嘅先行者。例如好多 investment banks 已經用 AI 嚟做 high frequency trading 或者 risk management。AI 可以喺毫秒之間分析大量市場數據，揾到交易機會，呢個係人類交易員做唔到㗎。但係同時 AI 亦都帶嚟咗新嘅挑戰，例如 AI 嘅透明度問題，即係我哋知唔知 AI 點樣做出某個決定？呢個喺金融界好重要，因為涉及到 compliance 同埋 accountability。如果 AI 出錯，邊個要負責呢？呢個都係我哋要面對嘅問題。總括嚟講， AI 嘅發展係勢不可擋嘅，佢會徹底改變我哋嘅生活方式同埋工作模式。雖然我哋仲有好多問題要解決，例如 AI 嘅道德問題、法律問題，同埋佢對社會結構嘅影響等等，但可以肯定嘅係 AI 會為我哋帶嚟更多嘅機會同埋可能性。我哋人類要學習點樣同 AI 共存，甚至係 harness AI 嘅力量，令佢可以為人類服務。我哋唔需要擔心 AI 會取代所有嘢，反而要思考點樣利用 AI 去提升我哋嘅能力，令我哋可以做更多有價值、有創意嘅事。
就好似我哋今日喺 AI 金融 cafe 咁，大家一齊討論、一齊思考，呢一種 human connection 同埋 intellectual exchange 係 AI 無法取代嘅。如果大家覺得今日呢一集 AI 金融 cafe 幫到你，或者聽得好 enjoy，記得俾個 like，訂閱我哋個 channel，咁仲有 share 俾多啲朋友仔知。你哋嘅支持係我哋繼續努力嘅最大動力啊！今日多謝大家收聽 AI 金融 cafe，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俾大家一啲啟發。下次再同大家傾偈啦，拜拜。